反正这你咧无影啥？金白呀。你咧金牌啊？是我讲哪里？大家好，我是阿婷。阮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这套牌啊，叫做山拿保卫战。山拿保卫战。啊，咱大家当看到伊牌啊，伊的后壁每一张拢是球啊哦。你看这球啊要创啥？来，踢球啊。踢球啊，进球啊啦。咱大家人吼咧耍的时阵，你爱想办法甲你的球啊进吼足悬，每一层安尼踏起去，对吧？安尼会当变足悬的球啊。啊，大家吼，你敢有发现这顶面有啥？那个虎。敢看得到？这顶面有一只六角龟呢。我会惊。啊，你会惊这张哦？你会惊这张哦？啊，迄树林内底吼。这张那迄张是啥？单雷公我你不爱讲单雷公哦。我要这两条。哦，你不爱这张哦，好，安尼咱家己扛起来。头头甲你讲者，单雷公就是有当啊，若是树林内底吼，单雷公啊拍落来，你夹着树仔的时阵，树仔就会安怎？就会死去，伊就会叫单雷公拍着，伊就会，莫讲，伊就会倒。啊，无你讲你上喜欢内底是啥物？好啦，你莫去看这张啊。内底佫有足侪动物哦，你喜欢啥物动物？你食物件，我介意食的。你喜，我问你喜欢啥物动物？你甲我讲你喜欢啥物？这是高山啊，啊佫有啥？拍啦。哦，你上喜欢这两张哦。山林内底有当啊有这两种人对吧？因咧创啥？我会惊。因咧创啥？你莫去看这张，这张我藏起来。这两个人创啥？伊是歹人。对啊，因是歹人哦。一个是偷拍蜡的，咧偷拍动物的；一个是山鸟鼠，咧偷测树仔的。啊，这两种吼，就是咱山林的歹人对吧？你上喜欢内底啥物动物？我拍掉啊！我甲你好，啊，咱来介绍内底的动物。这张是啥？这张是啥？动物足济哦，啊，这动物对树仔嘛有好处哦，因为树仔吼有当啊是动物咧住的所在，啊有当啊动物嘛会保护树仔。啊，像这是咱的乌蠅，乌蠅吼，你若是伫你的树仔顶面放一只乌蠅，伊就会当避免人来偷测树仔。啊，佫有啥物？佫有啥物动物？佫有啥？这是啥？白虾。哦对，这是白虾，白虾吼，嘛会当互别人的树仔破病哦。白虾，你敢知啥物会上来食？我有甲你教过吼。哪里？你拍对啊，你摕着这张啊，则准。哪里就是会当甲白虾食掉。所以你若是，就是山顶放去。哦，山顶放去。如果若是石头人，下一就会倒去。哦，石头会当落来倒去。对啊，啊若是单你讲嘛会。单你讲嘛会。对，就是咱这套卡片内底吼有足侪种动物，啊，佫有天然的灾害，啊，所以吼就是大家咧耍的时阵，就是爱用树林的牌啊，用这个动物来保护你的树啊，啊，佫用一寡攻击的卡，互人的树啊无法度大到比你较紧，会当看送赢送输安尼。啊，佫有啥物？你佫有想要讲啥？我要混奶出。对，就是像安尼，这安尼甲伊斗去。我甲你耍啦，你斗无好安尼，那你安尼甲囥去，啊，这张爱囥伫这边，因为伊的树仔伫中啦，你爱甲这。你只叫啥样仔？碰铁。你只叫姜仔好。姜仔好，我这边多少？啊，这是
剁手脚，剁手脚，剁手脚嘛通带顶悬吼，就袂，伊就树仔就袂破病啊。啊，还有啥？高山啊，嘛通带去。好，啊，所以你的树仔顶面就当带足侪动物咯。好，啊，大家。来，还有这，还有碰气嘛去夹树啊。啊，这咧，这是银仔虎。银仔虎吼，拄啊好是一对，你哪会遮厉害啊？碰气会去夹树啊对无？啊，银仔虎会来食碰气，所以你若是树啊顶面有这碰气，就袂当放去啊。这套牌啊，听讲伫咧今年的8月就会开始上市，开始会当买会着。啊，所以大家若有兴趣，大家若安怎？对，大家若有兴趣来当买来耍。当有兴趣的时阵，来小妹来食。啊，买来食，这袂当食，这袂当食。多谢大家，甲大家拜拜。拜拜，你搁要讲哦？这姐姐够行哦。